针对台北市昨发生重大的治安问题，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是表示讲真遗憾，也毋过伊强调讲，台北市重大的犯罪破案率是100%。但市长是讲，高文哲市长昨第一时间有去现场了解，表现已经比洪泰的时阵有改善咯。蒋万安是强调讲，监视器应该要全面换新，快打部队嘛应该要发挥愈大的功能。19暗时，台北市艋舺区发生抢劫案，过程造成一个警察在民众受伤，开枪的查甫人落尾自杀身亡。市内发生重大治安事件，台北市长目前面调相关的3卡都拢真关注。国民党蒋万安表示，未来若当选市长，确保市民安全上要紧。我们的监视器全面的更新，也希望能够让警方的装备设施能够全面提升，也希望我们的快打部队能够真正的实际发挥更大的功效。无党籍黄珊珊在案件发生了后，就透过幕僚向受伤警员的家属表达感谢，嘛讲台北市无法度稳准这款暴力事件。重大犯罪事件几乎是100%破案，个别的黑道私人寻仇，那这件事情让他自己也知道他法网难逃，所以在台北市的警力压制之下，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这样。当然，整件事情非常的遗憾。民进党陈市长表示，现任市长高文哲在事件发生了后，就随赶去现场。这摆的表现，甲顶摆的年沙洪泰事件相比平，算是有改进。大概从前一段时间，他知道那样的讲法或做法可能是不太好，所以在昨天这个情形，他就把它应该是说改过迁善。陈市长表示，未来担任市长，若发生这款事件，会就近成立指挥所，方便指挥甲调度。而且上重要的是要尊重警方的专业。记者郭文耀随台报道。